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4月24公视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今仔日海军磐石艦顶，搁加一个官兵验到武汉肺炎，这段旧金烧话案件已经多达30个人染着病。咱也来关心早起高雄市政府宣布讲，国内民众要出入市内56场所，拢得要徛名登记，这个场所出入口也会派人管制。2014年高雄市发生台伫咧涂骹底的雅事爆炸。 早起2审宣判，当初时施工的厂商改判无罪。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今仔日海军磐石艦军船顶头的官兵，搁加一个验出治着武汉肺炎。这桩旧金烧话案件，目前已经多达30个人染着病。咱国到这当阵，计共有422宗病例。咱等下听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新增一个案例哈。 那30多岁的男性，好，那是磐石舰好的军人。那个案4月18日到集中检疫所隔离，那一采的结果是阴性啊。4月22日出现嗅觉异常、流鼻水、鼻塞等症状，23日再采检，那也后送就医哈。那今日确诊，磐石舰上有30人确诊。 那卫生单位也掌握接触者，总共1843人，其中530人为居家隔离的对象，那已经采检了125人，那91人为阴性，其余在检验中。目前海军磐石艦顶300多名的官兵已经伫咧抽血验抗体，感染症专门科的黄立民医师就分析讲，这就是要看出大生还是乌龟染着病。 黄医师嘛，针对世界卫生组织咧发布本地人咧讲有效的 Remdesivir 这款药临床试验煞失败这段消息，解说讲这就一个过分性，因为轻重症的效果可能也系无共。 海军磐石艦集體燒話代志繼續擴大，為着釐清整個代志發生的過程，會將指揮中心會針對磐石艦頂頭377個官兵進行抽血檢驗抗體的作業。有專家表示，抗體檢測主要是看 IgM 加 IgG 兩種抗體，才有法度了解這官兵去畫到的時間點。IgM 代表是急性抗體啊，那它出現會比較早。IgG 呢代表曾經感染過，它出現稍微晚一點。 那不過它持續的時間應該很久，所以如果兩個都陽性的話呢，代表最近感染；如果 IgG 陽性 ，IgM 已經陰性了，代表可能感染過一段時間了。 另外，全世界也佫伫咧找找治療武漢肺炎的藥啊。不過，世界衛生組織 WHO 伫咧觀望，前一陣仔所看出瑞德西韋伫咧中國做臨床試驗了後，結果失敗。初步發現，食瑞德西韋藥的患者死亡的比率並無較少。對這件代誌，國內專家認為，大規模的研究也未結束，現此時這話要佫講了上過早。他有可能會在做次群體的分析啊，他會把嚴重的分析一下，不嚴重的分析一下。 看看是不是在不同的群體裡面效果其實是不一樣的。指揮中心強調，在官兵血清的抗體會分散去疾管署、昆陽實驗室、中研院甲台大3個所在來進行檢驗，而且有個佇咧24開始會針對空中甲外區兩隻軍艦頂頭的官兵做抽血驗抗體的作業，才有法度了解整體感染的情形。記者綜合報道。 所來關心國防問題。昨日，中國海軍第2隻海陸兩棲攻擊軍艦落水運轉。昨咱國的國防部嘛頭一擺發表，監視着中國的防空母艦駛探過巴士海峽的資料。再去，美國海軍佇咧太平洋的艦隊也發布因的船隻昨經過台灣海峽的相片。但學者是分析講，美國直接來到太平洋，也是要證明因的實力，無因為病情咧喘，就來演變了較衰退。 美軍太平洋艦隊伫咧 FB 專業的相片顯示，海軍的寶格機導向飛彈驅逐艦背水號23航經過台灣海峽，執行一般的航行任務。答文內面講，背水號部署伫咧第7艦隊任務區，以維持亞太地區的安全穩定。對此，國防部表示有全程掌握。學者講，美中彼此正接伫咧台海活動，也顯示兩國的緊密關係。 当中国的军舰越来越频繁在南海或者整个太平洋活动的时候，美国也要必须很频繁的活动，那么来证明是说，美国并不是一个国力走衰退的一个大国。其實中國海軍的第2代抗政府兩棲艦日日都在下水，
中国的航母辽宁舰加5代护卫舰，日也再度出现伫咧巴士海峡，结束南海10天嘅航训。国防部第一遍公布相片，强调有派遣8代军舰警戒，国军有全程监控，维护国家的安全。那表示说，我们除了这个磐石号以外，其他都很正常。我觉得其实有这个用意在里面。同时，用意不只是给台湾的国内自己同胞看，也是给大陆看，就是说叫大陆谨慎一点，因为我们只有一条船而已。另外，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9号暗伫咧台东进行强攻专案的飞弹试射。军工企业署会设计通报资讯，中科院伫16到29有6天到8天伫咧台东的太马里、绿岛、兰屿加恒春半岛的中间海域做火炮试射。而且5月初加月中也会继续伫咧高防基地进行各项武器系统的测试，加实弹的射击。而且射击范围管制区为了正大，南北的距离将近300公里，东边设伫咧南屿绿岛外海，射击的高度是无限悬。团队试射型号是暂停向利益飞弹，引起国界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国防的工作若要做了会十全，实在爱无所不至。早起蔡英文总统就去参加法务部调查局所成立资讯甲通讯方面安全的工作站开幕的典礼。蔡总统讲，资讯的安全就是国家的安全，尤其病症伫咧传，提防假消息更加爱兼顾。调查局嘛统计讲，近来查到超过1000层的假消息，内底就顶7成是按中国迄边来的，这定就是有专门人咧恶意攻击。原本是假信息防治中心的治安工作站，找了建地上线。总统蔡英文2时来正式揭牌，宣告调查系统第4军正式成立。蔡总统嘛表示，治安就是国安，尤其伫咧疫情期间，更要全力预防假信息。这是一种非传统形态的资讯战，政府要全力而且严肃的来面对。治安就是国安。治安工作站唔但调查假信息，佮包括资讯佮电脑犯罪侦查，而且最近资讯攻击有增加的趋势。根据调查局的统计，防疫期间总共收到超过1000件的假信息证书，7成是对中国来的有万军规模的攻击。特别在防疫的非常时期，一定要上紧发条，快速反应，绝不能放任假讯息对人民的健康、社会的经济的稳定造成伤害。可以这么说啦。因为这些境外的，我们可以发现它是有组织性的，还有甚至有提供各种模板，让大家一起来这个制造跟散播假信息。这届治安工作站对全国招有主港背景的调查官，总共21个人，平均年岁敢若31岁，规个团队拢真少年，专员是属国安系统的，是调查局第1期的正牌军，徛伫前线对抗恶意的资讯入侵。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高雄市韩国瑜市长讲，海军船顶遐个官兵若配合市政府疫情的调查，就要处分。早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就表示讲，地方的首长会较紧张难免，不过也着要尊重专业，听指挥中心的判断才好。另外，苏院长嘛提醒讲，海军这件代志的内情，国防部一来二去都要照实讲，才有法度补救现时的错误。海军敦睦舰队有29个官兵确诊武汉肺炎，伫这进前，对伍上敢有人发烧，敢有人放火报，讲法颠颠讨讨，引发外界质疑。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伫立法院受访的时阵回应表示，希望国防部讲老实话。我希望这一件事情一如总统指示，就是诚实以对。希望国防部要就事情前整个来龙去脉完完整整的调查清楚，向国人同胞做完整报告，这样才能亡羊补牢。不过，高雄市政府要求敦睦舰队官兵必须要全面配合医调，若无配合，就要加罚。苏贞昌是认为，有关防疫应该要有的作为是真专业，希望大家会当以指挥中心为主。那因为这一次敦睦舰队发生的缺失，使得有确诊的官兵拍拍照，以至于地方首长会有比较紧张，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还是应该以指挥中心为准。
因应武汉肺炎疫情，台湾的喙炎生产线真拍拼咧生产，各个大方支援国际友邦，包括捐予越南30万片喙炎。但是越南政府选伫进前公布，捐55万片的喙炎予欧洲的国家，讽质疑敢是咧帮越南做喙炎外交。对此，曹金昌指出，未来会斟酌看。我们这个善心好意，那有些国家如果已经足够等等的事实状况，我们就会斟酌对以后再继续的作为都会有所调整。苏金昌强调，台湾伫大家拢无教因喙炎的情形之下，阁会当帮助外国，阁因的医疗人员嘛是出于领导，出于国际一家。记者郭灿台北区台北报道。继续来关心上届新的消息。2014年，高雄发生台伫咧涂骹底雅士港爆炸，就是咱讲的高雄气爆。致死32个民众死亡，300多个受伤。进前1审是判决市政府和厂商李中元化工公司拢有罪，其中有12个人都要落监。再去2审宣判，法官认定讲这条案是因为公共工程的品质歹才会发生，换判厂商无罪。当时市府的官员相当是有判决3年6个月。赵建桥是负责这个工程起初设计的人，那也是最后验收的人。那本人在验收的过程呢，也没有确实的就他设计的重要之点呢去验收。2审的法官认定李中元化工公司无罪的原因是讲，既然雅士港若甲会漏，爆炸是紧抓慢的问题，厂商无法度去改变啥物，也无法度抵挡雅士泄漏，毋才会判决厂商无罪。同款来看高雄，早起高雄市政府宣布讲，国内民众若要出入市内5、6场所，拢得要徛名登记。因若派人管制，毋若爱磅体温、除酒精，得要求互相袂当行伤晏，喙炎着爱挂。本地因为韩国瑜市长有讲要针对市内所有医生、护理师全面性检验病毒，打算有寡医护人员出面反对。韩市长也讲会尊重个人的意向。高雄市长韩国瑜带卫生局、经发局、教育局等局处的人员开防疫记者会，公布新的防疫措施，宣布高雄市全部的公路场所要用徛名制。入内活动消费必须采实名制，进入营业场所之后填写实名登记表，否则业者应该拒绝消费者进入。这款场所包括 KTV、三温暖、舞厅、舞场、酒家各种的咖啡地点啊。这个规定为今仔日开始实施，而且市府嘛会起查，若是看到袂听，会当罚3000到15000不等。另外，韩国瑜进前表示，要针对全高雄市4000多医护人员做体检，有医护人员人数反对。已经有的资金呢，不要用于普筛一线的医疗人员，反而拿来可以去进行一些防疫物资的调度啊，或者是甚至是在纾困方案上可以有更多的资金补助。针对医护人员，高市政府的态度非常清楚，2个重点：一，感恩的心，谢谢他们；二，自愿参加。那还需要中央来核准跟配合。另外，针对5月初3高雄要做演练，韩国瑜中心毋是封城，毋知影外界为虾米要后备解脱，佮口说家己讲是丰臣秀吉的小弟，封城不急，佮拜托大家莫佮讲封城。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封城，下礼拜台北市政府嘛要针对封城进行倒面的演习。黄珊珊副市长讲，这是敢若警出几个角头，伫咧抓上演习要封锁的情形啦尔。连规市内拢总封城，都无要演习，望证人毋免着惊。市政府所推动的喙炎自动贩卖机，等下有要搁加设2位落去试卖，过来敢有要12区拢总落去设。市府这边讲，都要看试办的效果，才搁拍算。潘石人官兵团体讲点，卡了骗无全台，引起各县市建议封城演练。台北市预计后礼拜进行封城倒定演习，已经有无共情景卡本，也个传出有类似纽约准封城模式。不过台北市有真侪中央部会机关，北市封城演练敢是包含总统府、行政院。黄珊珊强调，若涉及中央部会，爱等中央下指示，即马只做区域性的扩大管制，离台北市全面封城也真远。项目目前是在区域而已，还不会到扩大，也不会到全面。各位不要一直把它想成是封城，
到封城就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我们在中央他们来做决定，然后我们来配合，我们不可能是我们去限制他们。这疫情影响运输业，北市公运处统计，台北市联营公车干那3月运量就减少676万人次，营收损失达到1.4亿。北市府也将对台北市公车业者补助，每个月逐台车补助8000，运价也无过靠车厢广告收入。台北市公车总共有3582辆，那每车每月补助8000块。这个疫情期间呢，我们先用3到5月来预估的话，那对市区公车的补助会是8596万8000元。这3个点先试办，那我们也会再跟厂商做一些协商，了解一下整个的布局的状况。台北市推出的喙安贩卖机、贩卖据点将佫扩大，即日起伫艋舺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拢买会到。至于未来敢是会佫推行到12行政区，北市府讲要爱佫评估喙安徛名制3点控，敢是冲击贩卖机的效益，甲3区试办的成效。记者综合报道。继续看台北市，来讲进前伫咧香港迄间铜锣湾册店的店主林永基，店伫台北市新开的册店，明仔载就要开业。毋过连续几日，伊是遭遇到人去破邮差者的种种的风波。林永基嘛讲，台湾应该要用今年立法年已经通过的反渗透法，来保障伫咧台湾者人士的安全。嘛有学者分析讲，即摆甲林先生破邮差的事件，幕后确实是有政治的目的。伫咧台湾的铜锣湾册店要开幕的前几天，店主林永基先是收到律师的警告批，要求伊袂使甲店名号做铜锣湾，所以来又搁去防破红漆攻击。伊强调，这代志发生背后一定有原因。伊认为应该爱用人讲的中共代理人法案，也就是反渗透法，保障所有伫咧台湾的人因的安全。我开书店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反正他们都不读书的。他不读书的人，为什么我们要读书的人不能看书啊？这个没道理啊！往后的人是不是香港人啊？是你们其中一个。透早林永基参与一场座谈会，和在座的学者拢认为，这小煞发生的代志，唔仅牵涉到民事甲刑事，也佫有真侪政治的因素。政府准公只判轻罪，安尼恐惊的类似的攻击行动，只会佫较常出现。它最重要的目标是在我们台湾内部制造恐惧。如果今天可以对铜锣湾书店做这种事情，明天就可以对诚品做这种事情，我怎么看这个都是我们国家安全的问题。最近，香港政府对民主派人士进行大拘捕。中联办也伫咧顶礼拜强调，无受到基本法第22条的规范，有权力也有责任爱对香港的事务发言。董立文教授也认为，这小连续发生的动作已经因为疫情的关系有较慢发生啊。伊认为，等到疫情转好了后，中共会继续对香港社会来算账，进行改造，也切断和国际的关联。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行政院和美国在台协会同齐举办研讨会，邀请专家做伙激头壳，望要用科技解决这回病情咧传的问题。活动的名号就叫做台美防疫上。伫咧现场，也有人问起讲，进前台湾和美国签一份联合防疫谈判声明内底的内情。行政院陈其迈副院长也讲，两国伫咧合作确实真侪过程，像讲2月咱防护衫的原料大欠，就是加在有美国迄边来斗协助。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全世界，所造成台美关系升温。行政院甲美国在台协会共同宣布，举办台美防疫常，号召各领域的专家甲社会大众做伙想办法，共同提出抗疫创新的办法。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刘英杰大力学了台湾抗疫有功，值得世界学习。Taiwan has thus far succeeded in controlling the spread of COVID-19. To date, Taiwan has confirmed just over 400 cases, with minimal community spread. In a population of over 23 million people. International media an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taken notice of Taiwan's success and expressed great interest in learning more. 不过，针对台美签订防疫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和外界质疑唔是交换防疫物资，是咧交易嘅传言。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无愿意讨论，但是讲台美合作有真侪故事，包括伫2月嘅时阵，台湾防护衫嘅材料严重无够，靠美方嘅合作才会当确保原料供应。现在因为防疫最重要嘛，所以以后可能也许
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啊。另外，外交部举办记者会，宣布甲民间业者合作，捐35000支的虾豆浆予友邦甲需要斗相共的国家。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刘英杰嘛出席见证，外交部长吴钊燮致辞，表示政府甲民间也有能力透过实际行动，让世界各国看到台湾会当替防疫做出具体贡献。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看完，咱换来看美国。美国劳工部目前公布失业的人数上届新的数字，列起来，即阵是有2645万外的人无头路。就是6个美国劳工内底就一个失业，这也是按1930年代经济大崩盘到呾上届歹的天年。共这段时间，美国国会联邦众议院也通过第4批替百姓消透困难的预算，规模是有4840亿的美金。联邦众议院23以388票对5票通过4840亿美金纾困经费，这条钱用伫咧援助世间的店头、医疗院所，也佫有新冠病毒检测的工课。这是疫情进入大流行以来，美国国会通过第4届的经济援助案。美国预算红字嘛强要破纪录。同一天，劳工部公布的18迄礼拜申请失业津贴的人数超过440万人。过去5礼拜以来，失业的人数有2645万人，等于是全美国前10大城市人口的总和，比台湾全国的总人口要搁较侪。等于是每6个美国的劳工当中就有1个人失业。这是美国劳工部自1967年以来开始追踪失业数据以来上悬的。美国防疫封城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到底要安怎挽回？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麦康诺日表示，伊支持经袂落去的州政府爱宣布破产，毋是一直甲联邦伸手爱钱，老者无互子孙。这个话一讲出来，就引起部分党派的批评。And then to suggest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economy, states should declare bankruptcy. That's how you're going to bring this national economy back? By states declaring bankruptcy? You want to see that market fall through the cellar? Let New York State declare bankruptcy. Let Michigan declare bankruptcy. Let Illinois declare bankruptcy. Let California declare bankruptcy. You will see a collapse of this national economy. So just... 总统川普迄天伫咧例行的白宫疫情记者会，迄方问到经济甲失业当时才会当稳定落来，这个问题伊和真济经济学家讲过，因拢无答案。也若伊家己的看法，那一旦各州开始解除封城，民众复工，经济自然会当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顶阵美国总统宣布讲，暂时无要阁援助支持 WHO。失去美国的支持 ，WHO 嘛一再发声，望美国就要回心转意。不过美国国务卿麦蓬佩奥表示讲，可能美国真正无要阁管咯。纽约这边针对3000个民众检验，嘛发觉讲有将近14%的人体内拢已经有武汉肺炎的抗体。这嘛代表讲，美国去为着病例比较目前统计，可能是还阁加真济出来。美国疫情重灾区纽约州最近对3000位居民做抗体检验。结果13.9%的人有抗体。13.9% tested positive for having the antibodies. 13% of the population is about 2.7 million people who have been infected. 有抗体表示捌被感染过，270万人被感染，比已经确诊的26万加真多。州长古默当地时间23讲，目前纽约州有15000外人死亡，若用270万人感染来计算，死亡率是0.5%。不过，伊也强调这只是初步数字，专家也提醒，有抗体无代表对病毒免疫。美国加州也新的发现，有2位2月初过身的病人感染新冠病毒，推估病毒可能伫去年12月就入侵美国。另外，加州日日增加115人死亡，创新高。目前全美国有超过85万人确诊，死亡人数将近5万。海军297台现役的舰舰有26台被感染。目前美军有超过3500人确诊，2个人死亡，其中800个来自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美国中断对 WHO 资金的援助，虽然 WHO 希望赶紧恢复，不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讲，可能袂阁再恢复金援。在这个时阵，中国提3000万美金援助 WHO。中方决定在前期向世卫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现汇的基础上，增加3000万美元现汇捐款。中国讲，这笔钱会协助 WHO 甲其他国家对抗疫情。另外，蓬佩奥日日点名中国，唔但涉嫌安卡疫情，亦阁趁全世界无用伫咧应付病毒的时阵，趁机会对港台施加压力，威胁南海。
讲传是讲，台湾、香港是中国内政，无用准外部势力干涉。记者综合报道。咱往来看欧洲，因为得着武汉肺炎救无起来的患者，有将近一半是遐住伫咧安养机关内底老大人。世界卫生组织欧洲的办事处就讲，这是难得料想的人间的悲剧。因为欧洲这一寡国家已经渐渐解除对百姓管制措施，这政府嘛拢提醒民众讲，共款来保持谨慎，提高警戒。目前全世界因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不幸死亡嘅人数将近19.100人，其中将近11.500例是发生伫咧欧洲，而其中又有一半是住伫咧欧洲长照机构嘅是大人。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事处23只遗憾地讲，这项数字也看出欧洲长照机构情形真凄惨。According to estimates from countries in the European region, up to half of those who have died from COVID-19 were resident in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This is an unimaginable human tragedy. This pandemic has shone a spotlight on the overlooked and undervalued corners of our society. Across the European region, long-term care has often been notoriously neglected.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爱尔兰到4月13已经有444例不幸死亡。其中245例甲长照机构有关系。法国到4月15，死亡病人内面有49.4%生前踮过长照机构。克鲁格讲，伫长照机构工作的护理人员是无名英雄，因为工作量大、薪水偏低，如果无得到适当的保护，国家应该赶紧重新思考并且调整长照机构的运作。另外，欧洲有一寡国家正慢慢解除管制措施。不过疫情也未稳定落来，应该爱谨慎。Almost 50% of the global burden of COVID-19 cases, over 1.2 million, are in the European region. Sadly, over 110,000 people have lost their lives. Complacency could be our worst enemy at this time. Any step to ease social and physical distancing measures must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and gradually undertaken. 克鲁格讲，这摆问题唔是关心当时发生第二波疫情，而是自目前的抗疫经验内面，还是如何应变，做好准备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猫甲狗是上界侪人咧饲的动物伴。这当中外国煞有消息讲，有猫啊去喂着武汉肺炎。不过科学家是强调讲，猫是去互人喂着的，但即马拢无证据讲喂着病的猫会阁将病症喂转来互人。武汉肺炎疫情摊开后，真侪袂当出门的人想要收养一只毛小孩做伴，但是有人烦恼讲，古嘴猫敢会变做病毒的传染源？真出名科学刊物无偌久进前伫网站刊出了中国哈尔滨研究所的资料，内容是指出病毒伫猪狗、鸡鸭身躯生脱是无真强，但是伫猫甲血条体力生脱速度却真紧，而且猫甲猫中间佫依着喙脣来烧话，目前是无喂互人。不过，相关的专家对当中的观点是真保留。Very, very cautious indeed about over-interpreting the transmissibility of that virus from cat to cat on the basis of an experimental study. That there's no evidence at all. 专家强调讲，确诊者应该减少接触宠物，爱接洗手，嘛莫互因出门，因为病毒可能留伫因的身躯，变做传染予别人的管道。对着疫情错误的观念，使袂少人甲只狗也是猫放杀，造成了真侪夭折悲剧。但是伫土耳其大城市伊斯坦堡，这路的毛小孩就真好运咯。市府相关单位无能讲是无停工，佮逐工为这流浪动物加发要差不多1栋的饲料。Herhangi bir sıkıntı yok. İşleyiş devam ediyor. Biz sadece buradan bütün vatandaşlarımıza sesleniyoruz. Hani onlar evde kalsın. Biz minik dostlarımız. 另外，希腊嘛成立了线顶平台，为流浪动物来传饲料甲看医生的服务，对动物的人道精神是无求水。记者综合报道。有影武汉肺炎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近来国内外真侪预测的机关，针对台湾全年度经济成长率估计数字愈掠愈低。台湾经济研究院今日发表上届新预测的数字，而且讲台湾经济成长率规年度是1.58%。
今年29岁的 Joy 自本是伫咧补习班替人招生，今年1月份离职了后，打算要转来做中介来卖厝，想袂到受到疫情的关系，即阵房屋的市草真歹，即阵也无啥物课，所以伊也找无工课。疫情的关系，然后又变成是说人力已经有点饱和了，所以变成是说，如果说要再回去的话，可能要暂缓之类。那即个22岁的祁东奥，自本是伫咧剧团做工课，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即阵拢无法度上台表演，现此时是先替人算假释来赚生活费。从年后之后，原本敲定的演出、表演类的东西全部都被砍掉了，不知道大概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开始回到原本的工作。武汉肺炎疫情冲击经济，就业的市场也受牵连。人力银行调查发现，有6成4的民众因为疫情的关系，即阵头路变加真恶吹。最近国内外各大预测的机构继续下修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国际机构更加下修到负成长。不过，台经院发布上新的预测值，推估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1.58%，比年初所预测的数值下修到1.09个百分点。总共疫情等候，不的确也有增加的空间。这一次的疫情让我们的一些传统产业，比如说石化、钢铁的销售面临了困难，但是我们的资通讯产业，由于现在大家都集中在家上班，所以笔电的需求、录影摄像录影的需求大幅的增加，而这刚好又是台湾的强项，所以我们觉得在目前的经济数据上看起来，我们是往下修，但是并没有像国际预测媒体下修的这么悲观。台经院认为，台湾今年经济上歹时阵会伫咧第2季，不过下半年会豆豆绕倒转来。那欧美国家即阵疫情已经有较厉，最近金融市场的表现也比较较稳定，加上国内防疫的工课算是有控制掉咧，政府也会继续释出真侪项纾困的方案，希望会使减少疫情对台湾经济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有影是百业隆壮派，咱国内一寡咧负责转播体育比赛的频道，也是一寡专门咧报道运动的媒体甲公司，近来拢因为无人咧比赛，工课嘛拢对咧冻点倒来。早起教育部体育署的高准荣署长就讲，已经有替这个对象传消掏困难的计划，当然提出去年顶半年营业收入的证明，就会当来申请。望讲紧接5月20日，补助就会当发落去到这业者的手底。美国职棒、日本职棒、欧洲骹球拢也未开始，全球体育的比赛受到疫情的影响，无法度进行。但是体育台也是爱运转，就先用过去真好看的比赛，或者是录影访谈。今年3月开始到现在，我们收视率大概掉了2/3，简单说有2/3的人口掉。那2/3不单单收视率掉，广告的收入根本就是雪崩式，几乎都没人进入。无虾米人看，差不多无广告，国内比赛嘛无要办。阮大批烦恼，搁安尼落去，恐惊有员工饲头路。前体育主播徐培义创办的 Vamos Sports， 原本今年重心拢伫咧奥运，但是奥运延后1年活动拢互人取消，顶半年无收入。可是你现在几乎有些款项进不来，又不断在支出，所以税的部分是不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是比较小，可是也是可以维持让媒体有一些运作，就是你在各个赛事上面的补助。体育署表示，提出运动产业纾困定薪方案，行政院咧核定。原则上，不管公司的规模，只要会当提出去年1月到6月的收入，就会当提出申请。那最常见的营运成本就是会包括薪水或者是租金或者是银行借款的利息。第一波纾困方案是无体育署高俊雄强调，第二波编19.5亿用伫咧运动产业，除了甲人税厝的钱、权利金、甲制作的费用嘛会当放入去营运成本。希望上紧5月初7会当互业者申请，嘛伫5月20之前发补助。记者是新志明台北报道。进前交通部观光局有公告讲，导游领队若来申请审查通过，1月你就有1万块的援助，连续3个月。不过，当嘛有一寡导游甲领队指出讲，因拢是用冒失头的，配合的旅行社遮侪间，干若要申请所付的证明，就30-40张，甚至有的旅行社已经停业啊，资料根本就无地去摕。总无政府讲要替民间消掏困难，说互因伫咧看有食无咧。这是去年7月份福建省团体赴台的行程，要提供您申请。
旅行社甲去年出团证明的相关文件传好好，准备交予导游，互因会使向观光局申请纾困金。不过，大部分的导游甲领队是拢真不满，讲这钱看有算也无，认为申请的条件太过悬。政府骗人的！109年过年开始，大家就通通没有团了，不准团进来，你讲这都是白讲。有一天行程表上面写的是自由活动的话，这一天不算，而另外找一个团来补，我也找不到怎么办？看得到，吃不到。观光产业纾困2.0政策最近上路啊，要助赞受疫情影响上严重的观光产业，其中针对特约的导游和领队这部分，逐个月会使领1万块的纾困金，连续补助3个月。不过申请的条件必须爱伫咧最近1年内带团超过8团，或者是讲带团总工数爱超过40天。不过真侪导游是拢讲，108年团客就已经大减少，要达到这个目标是真恶做，而且要交予人的文件。包括行程表、出团证明、旅客保险单等等，这些文件里里扣扣加加的，差不多会超过40张。其实导游跟领队的很多人都是属于所谓的自由工作者，跟很多家要配合在带团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光想到你就可能就有困难，根本就是连闻都闻不到。这个旅行社出具的带团证明，它可以用一张总表的方式来呈现，那这样可以加速审查及核拨，也不会有所谓的证明书要事实上这样子的一种状况。不过，真侪导游是指出，和旅行社的关系是成立的制度，并不是头家人甲劳工的关系。申请的文件恐惊早就已经拍无去，即阵也真歹申请，纾困金是看会到，吃袂到。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关心咱的环境，来讲新德县凤山溪水源头，昨日有民众发觉讲有人偷弹14卡油桶，内底拢是底海乌油。经过新德地检署指挥办案，新德分局24点钟内就抓到嫌疑犯，环保局这边也即时派人员去了解详细了。面头前这一桶歪矮的油桶，内底阁有满满的机油。新德县新埔镇凤山溪最近去早起运动的民众发现讲有人偷弹歪矮油桶伫遮，现场四个拢是气味臭味，民众话讲真正是喊呱呱。很夸张，这乱倒在溪头这边，这是很恶劣的行为。但这样子随便乱丢，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也可能会污染水质啊。那这样的行为，基本上相关单位应该要严惩。行为人就贪图小利就做这个弃置动作。那当然还好，在现场是没有发现泄漏的一个情势警方接到报案了后，透过追查监视器的画面，真紧就锁定一只货车涉嫌重大，而且确认是桃园市一间家电维修业者的车，而且需要求因派出遗毒，专案也搁伫咧扩大追查当中。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它这个有涉及刑责的部分，我们会按照这个部分刑责的部分来把整个稽查厘清之后，由警方来函送地检署来进行后续的一个侦办。目前14桶歪矮油桶已经全部刷去新埔镇公所的清洁队，相关单位会通报环保署来现场采检，来查清楚桶内底废弃物实际成分，扩大追查专案，要让所有破坏国土行为的人付出代价。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世界的动物，来讲英国首都伦敦的动物园，虽然因为要减少病症消毒，目前无开业。不过员工是同款，逐工拢要上班，因为动物爱食3顿，也爱训练。这些专业人员嘛用影片替动物写日记，佮顺续募款望社会正人，会当来斗支持伦敦的动物园。My name's David, I'm from the primate team here at ZSL London Zoo. So I'm currently joined by Tori and Nick, and we are on our way to the Hahnemann Langers, and we are going to be doing some recall training. So I've got a lovely bell here, so what I'm going to do shortly is shake it, and hopefully all the Hahnemann Langers will come over. 哈努曼耶这款高山仔当咧做日常的训练，动物园的人员嘛哪行哪分饲料，观察这10尾只碰饲狗的行动，够健康的状态。It means that they can forage around, go through the long grass, go through the trees and search for their food. 伦敦的动物园因为疫情的关系，先关起来。虽然是无游客，不过大家也是会当伫细只猪仔的区域，看到酷尼这款猪仔风带出来细大鸡的情形。透过工作人员的镜头，会当互民众更较我一寡古早的动物。这只对工作人员行的傻猫西娜是动物园内底真受欢迎的动物。
and they are ferocious predators out in the wild, and they actually have one of the cleanest kills out of the animal kingdom. She has incredible long legs, which means 这个细只而且阁高做虎毛，伫工作人员的训练之下，家己咧找食物。这间马200年历史的伦敦动物园，饲马18000只动物，平常是靠游客门票阁有消费来应付动物的开销。毋过即马关起来了，动物园就无收入啊。目前嘛会无定时更新动物园的影片，希望寻求各界募款来维持动物园的正常运作。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讲动物园说动物园。咱知影讲动物园，这是大都市较设一种公共的设施。因为咱若去到田庄，有啦有动物啦，但是要倒位看动物园，这都要大都市哦。世界各国拢共款，毋只是讲较早有迄个台湾歌，咧唱讲来山兄哥来到都市，看到啥？看到讲。无论新公园、圆山动物园，人山人海，满满是。啊，咱知影台北即马圆山动物园已经搬线咯，已经搬线去木栅咯。毋过讲动物园讲来到遮，国政府要招你来研究一下。你敢知影讲，干那动物园内底动物捡出来，会当研究台语的声调？台语的声调，人咧讲的八声要安怎样好？咱拢知影讲华语、中文。就是咱咧讲的，按北京语研究到即摆的标准国语，伊内底有4声，打，这大家拢会晓讲。但是台语这8声，干那用8种动物，共款安尼好落去，拄啊8声名拄名。咱对国情镜头做伙来读一下，简单啦狮虎豹鱉狗狗象鹿，国情啊，干那这8字尔有影，啊你边仔写迄1、2、3、4，迄是啥？第一声就是狮，第2声就是虎，第3声就是豹，第4声就是鱉，过来就是狗，第6声就是狗，过来第7声就是象，过来第8声就是鹿。这毋通安尼生呢？台语上趣味就是佫会变调。你讲打，华语4声，字头伫咧头前伊袂变调，毋过台语会变调。你讲唱对啊，这第7声都写伫边仔深，但是唱若头一咧头前，后壁佫倒别字的时阵，唱会变调哦。无你敢有讲唱艺？无啦，你一定讲唱艺啊！哦对呢，唱煞变唱艺，啊唱第7声变第几声？唱艺，狮虎豹，啊，就变第3声，变到甲豹拄啊共声，唱变唱艺，甲即个豹拄啊共音。好，7变3，安尼第3声要甲变第几声？豹，豹，过去布袋戏内底，独眼龙也一支百眼双金刀，豹变百眼。安尼第3声变虎，第2声对，豹变第2声变做虎，啊，过来第2声要变第几声？第2声虎，有人讲即个人做人真好手，虎变虎，啊虎拄啊甲第1声的狮共音啊，所以第2声原来就是变转去第1声，啊国情讲无完哦，过来第1声会变落来到第7声，搁有第5声即个狗看腔口，有人讲狗山啊，有人讲高山啊。原来就是因为第5声有的变第7声，有的转头，有的地头会变第3声，这就是台语的艺术。狮虎豹鱉狗狗象鹿，干那这8字你甲好，啊当然也有人讲三底裤胯，人耳偏直，这就是台语8种的声调，真趣味。对动物园，咱就来看台语的8声。啊，同款镜头锁定来关心咱家己台湾的动物，来讲台东县一个爱欣赏鸟只的鸟友，顶日经过中部大细山遮，用手机翕到一对国宝级的保育鸟只地蹄，这有人讲叫做乌蹄鸡。啊，伫咧台东向阳山区遮，这2日有人去看到乌蹄鸡，原来这站就是因伫咧找伴的季节。台东松林管理处也提醒讲，咱若有去看到乌蹄鸡，点点啊欣赏就好，毋通甲因拍青镜。最近有鸟友伫大雪山松林娱乐区发现，长长的尾溜、乌色甲朴色一公一母的蹄鸡伫草地找食，姿态优雅，毋惊有人咧家看。台东林区管理处的向阳松林娱乐区最近有员工伫山区看到蹄鸡，并且录到因行伫山林的身影，看到人拢讲足幸运的。大家都说他是迷雾中的王者。我2次的机会都是在海拔大概2000多公尺左右的山区，也是在针叶林、阔叶林的一个混交林的一个环境之下看到它。
体格是台湾独有的长尾鸟类，分布伫中国海拔山区，被列为世界濒危物种。伫1000块新台票的钱票啊，因也是主角。台东林管处表示，最近定伫山区看到因，是因为时至8月是交配季，相对的体格会出来找食。他们会去在展示它的羽毛，然后求偶，然后甚至会有去抢夺地盘的这样的行为。目前国内将体格列为列级保育动物，伫中央山脉已经建立稳定的族群。台东林管处呼吁，最近看到体格，请安静欣赏，唔通靠近干扰，因诞生后一代任务。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看一支古早的纪录片，这内容所翕的是1930年代台中的生活，就是当时台中一个姓张的医师，规家族出去佚佗的记录。有文史的专家表示讲，拍算这是目前台湾时代上介早的纪录片。提起古董放映机，电影收藏家小心的组装，因为这只阿公级的放映机已经有60年的历史。那时候的画面其实都是戏院在用的，所以他们才翻成9.5 mini。所以现在等一下就看知道。历史版的影片，翕的时间是1930年。影片中的主角盛装打扮，坐着私家车辆甲厝内底人出去佚佗，唔但举着阳伞，还会使食冰来旅游。伫内底的景点包括着台中公园以及雾峰林家。而上尾要出现的场景是以用政治市区的门户台中铁桥。这些景对我来讲都很熟悉，那又能够看到90年前的这个景的时候，就让我觉得说，哇，那穿越时空可以回去想象那个时代。李坤社指出，这部片的主角是当时的张姓眼科医师，也厝内底人的生活画面。伊当时是早期现代5路发展的高峰，也是台湾头一支家庭纪录片。而文史团队指出，由这个纪录片使看出当时张姓家族的地位，也使看出台中的发展史。其实这个纪录片它并不是单单的只是拍摄，它其实有剪辑的痕迹，甚至有个叙事的手法。像是我们看到后面的台中路铁桥，跟他们雾峰林家的这个方向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这是导演想要象征是回到市区这样的一个意象。文史团队指出，这部片到现在已经90年啊，会使看见当时的生活形态，嘛成为老中区发展的记录，透过学者甲技术重现出来，嘛成为现存上早的纪录片。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因为病症伫咧看，当有真侪做人父母的拢唔敢带翁婴仔登去病院注意放射。家己基督教病院就运用3D 立体印刷技术，制作出翁婴仔防疫的面罩，减少翁婴仔伫咧病院内底感染着病毒的风险。家长带囡仔来病院注意放射，不过若想到疫情的发展，也是真烦恼。家己基督教病院就发现，这段时间翁婴仔甲幼囡仔注意放射的情形有变较少。现在是严重的时期，那多少都会担心飞沫之间的传染力，让他跟外界少接触，帮他做一些首要的防护。我们临床上观察到的情形，大概有将近30%的宝宝的预防针是没有按时施打的。但是小儿科医师会担心说，未按时施打预防针可能会让宝宝暴露在感染其他传染病的风险之下。病院运用3D 列印的技术，生产符合翁婴仔的面罩，减少翁婴仔暴露伫病院的环境当中。未来嘛会考虑甲家己市政府合作，增加面罩的产量。另外，为着要保护放射科医护人员的安全，减少院内的感染风险，病院嘛家己打造一间户外的负压电工室，伫外口就会当照电工。疑似患者都要照 X 光来确定有没有肺炎，所以放射师跟病人的接触非常的密切。运用这个负压裁剪舱，可以把病人呢保护在里面，那也做一个隔离。病院表示，考虑到疫情的发展，目前设备甲规划拢是针对防疫的安全来设想，所以无论是产能或者是设备，拢是一项一项来调整，强化防疫的安全，才有法度提供民众因为疫情发展所产生的医疗需求。记者综合报道。是讲近来唔但医护人员真无用，因为在家来隔开14天的民众愈来愈多，地方的里长、里干事担头嘛加真重。新竹有一个少年里干事廖婉吟小姐，伊一个人大负责2里，即阵嘛拢自透早，无用甲透暗，连休困日嘛放袂落心。咱就来看这个少年的里干事的拍拼。小姐早安，今天又等我一个早上了吗？今天身体状况都好哈。
一通打电话来问居家隔离也是检疫个案的身体状况。新竹香山区的理监事廖婉莹，伫香山服务4档，才打满30个月。面对变化正紧的疫情，伊讲这是伊当过上大的挑战。最近几个月，逐工上班了后，就是派居家关怀包骑车送到个案的厝内。朱同学，那个我关怀包放在门口了哈。疫情期间，徛伫防疫的战线，廖婉莹所送的，毋那是防疫的物资和食食，伊要用亲切的问候来降低个案的无安全感，尤其是一个人大无亲友通斗3天的个案，要维持14天拢无出门，理监事就是因上重要的瓦口。就是还蛮担心说，就是如果自己一个人的话，会不会就是有很多问题，然后也不敢回家里，因为会怕传染给家人。可是就发现，就是关怀中心还有理监有很多人在帮助我。徛伫前线收集统计个案的情形，这也是中央逐工重要的金主来源。伫同一个时阵，伊嘛爱面对数字所无法度定限的真正的人生。在医院等待的过程中，他就打给我，然后他就在电话哭了，他就说：“我好害怕哦，因为我的班机上面有确诊者。”他就是很配合，所以其实他们压力也很大。我们就是变成是他们的无形的一种依靠。廖婉莹伫服务过程中观察，居家检疫的民众向公司出国佚佗，佮挑地拍走，这也对其他合作的个案产生压力。对防隔离的人来讲，因对抗的也有阴暗话。这个人咳嗽，然后就会说你是不是就是中了，是不是就确诊了，是不是怎么样？然后就开始会有就是留言出来了。大家最怕的就是留言。无偌久就要伫新竹结婚成家的伊，对外爱安里面的心，对内爱了解个案的状况，定定爱为上班无闲到假日。廖婉莹讲，看到个案健康，虽然辛苦，毋过嘛感觉真有价值。记者由于真张玉水新竹报道。医疗专家甲咱讲，若要正确洗手，从头至尾拢总有7步。屏东西子乡的周英杰乡长，近来就对上届流行的洗手歌跳一支洗手舞。庄头的时代看到乡长遮尔啊拍拼，大家都拢真斟酌看，认真学。音乐一放落去，正确洗手7个步数，随跳互你看。这条韩语歌有简单的节奏，已经真做是最近上界唱的洗手舞蹈歌。毋那侪艺人捌跳过，屏东县西仔乡的乡长也阁有同事也做伙响应，推广正确洗手的知识，互部落的大大小小。洗手舞真的是很美丽的意外哈，让这个文健站，让老人关怀站能够看着这个影片来一样画葫芦的来学这个洗手舞，效果蛮好，因为老人觉得说很棒。对手掌心、手盘到指甲，拢爱洗好真足，才袂去为着病毒。踮部落关怀据点的时代，大家人目睭就拢添加大大蕊，对影片学洗手的7步，希望在咧防疫的这段期间，保护家己也保护别人。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过来桃园市福丰国中体育老师何家娥小姐，伊伫咧教课的时阵真有变巧，不三时拢加入表演的技术，甚至佫制作简单的道具，帮助学生学习。伊也得到今年桃园市国中组 Super 教师这项奖项的肯定。对着音乐的节奏，连续跳来跳去，用下医疗滑跳，也是一以舌头等等障碍考验。福丰国中的体育老师何家娥，用即马真流行佮趣味的跑酷运动，带学生上体育课，嘛训练因的协调性佮运动的节奏。跑酷需要一些敏捷性，就像我们在篮球防守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需要快速的做一些动作。更重要的是，我加入了一个运动节奏，对于不管球类啊，或是对于跑步，增加他们的速度跟爆发力。头一届接触跑酷运动，学生是感觉真趣味，嘛算甲真欢喜。正式进入主题的课程，拿球、投球的运动。家娥老师设计2个人合作补进球，也佮有进攻防守，用佚佗竞赛趣味的方式来做教学，互学生囡仔更较喜欢运动。他会不断的精进教学、课程的设计，还有活动的设计，他有自己独到的教法和创新。
就是比较活泼。所以他教篮球其实花招很多哈。对，他教什么事情都花招很多。真的都会想很多东西。好像之前排球就有练那个扣球，本来我们都不会，然后后来就练到很好玩。用呼吸的网仔改造做排球的扣球拍。嘉吴老师家己做简单的教具，帮助学生会当轻松学会晓扣球。设计用这方式来拍羽球，让学生会当体验新种者拍羽球的情形。把生命教育放入去教学内底，嘛加入表演艺术甲英文等等创新的教学。伊伫咧体育课，让学生囡仔有全方位新的感受。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18度到21度，中部22度到25度，南部20度到30度，东部16度到22度，金马平湖13度到23度。感谢好朋友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